金妈妈，你今天来的小妹朋友，原来爸爸车驾回了无影姐妈妈，你好菜到了人人店呀，哈的比你快了，因为现在还买到了。你看，這就無影姐，這睇你聽來嘅哦，係嗎？係。波波我也在從波波好大嘅波波度切，波度飛過嚟，飛到啾就飛過嚟，我哋就可以食啦，係嗎？小貓妹，我覺得五年級期間從這個飛過來了，你就現在就可以食啦。哎呀！等一下，它只能在这个点吗？哇，好凉快呀！哇，好凉快呀！哇！美团外卖。你们什么呀？喜欢吃的。柜门已打开，请尽快取出餐箱，并将餐箱放入空货柜旁的回收处。好高级呀！金妹妹，这样轮到我买啦！一台。下不去。耶！我要吃午饭的，没点太多，我们8个人，点太多。他吃了。